扁康院創始人徐孝石2022年傳統醫學講座答疑2新冠病毒在初期劇烈攻擊人的肺臟時，人體的免疫力會同時崩潰，最後因肺衰竭而死亡，致使人們談新冠色變。扁康院創始人、韓國名醫徐孝石50年醫學研究並臨床驗證，通過扁康丸清理人體肺臟來提升免疫力，從根本上抵擋病毒侵擾。這為人們提供了改善扁桃體功能的途徑，隨後五臟六腑乃至整體健康都會得到改善，從而實現健康長壽夢想。2022年9月11日，徐孝石院長再次從韓國親赴美國紐約，在法拉盛喜來登大酒店就傳統醫學觀點進行專題演講，藉此機會就大眾關心的問題院長給予解答，整理如下。上接扁康院創始人徐孝石2022年傳統醫學演講答疑1問題4院長也吃扁康丸嗎？看院長皮膚沒有老人斑，平時都是怎麼保養身體的？徐院長，肺清素是可以直接關聯到身體的清素，它會清掃身體裡面的垃圾。肺清素的第一步就是把皮膚清得非常乾淨。皮膚被清得非常乾淨的樣子，用眼睛是可以看得出來的，非常乾淨、透亮。快的話6個月，慢的話1年，就會出現一個皮膚美人。肺清素的第二步是把肌肉裡面積滿的垃圾排乾淨。很多人，他無意當中都在吃藥，那些血壓藥、糖尿藥、血栓藥、甲狀腺藥，好多種藥。吃藥會發生什麼事情呢？藥進到身體裡面，它會化掉。化掉後它就像霧霾，就是微粒子，像灰塵一樣。這個微量成分就隨着血液輸送到整個身體。如果是肺臟相關的藥，藥裡面只有非常少的成分，只有1%不到的成分，進到肺臟裡面去治療這個疾病，而100倍以上的其他雜質、其他成分，就會積滿在自己的身體裡面，像灰塵一樣在那邊漂浮着。然後它就沉澱，沉澱在哪裡呢？在肌肉裡面沉澱。這個微粒子灰塵一樣的東西，不是我們自己身體產生出來的，它是化工藥廠裡面的合成劑合成出來的。這個是垃圾，所以我們身體需要把它排出來。但是人自己沒有辦法排出去，排除這些垃圾，這個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肺臟清素。吃扁康丸會清掃肺臟，清掃皮膚，接下來會把肌肉裡面的垃圾給排乾淨。皮膚用眼睛可以看得到，但肌肉裡面的垃圾是沒有辦法看得到的。這個時候我建議你去做一個腸內視鏡。一般老人去做腸內視鏡的話，連一個臃腫、息肉都不會有，就是非常的乾淨。在這個年齡臃腫、息肉會很多，怎麼這麼乾淨呢？這就是肌肉非常乾淨的樣子。肺清素的第三步是清掃關節，小關節清掃會比較快，但是大關節會比較慢。手關節、腳關節會清掃得非常快，1年6個月小關節的關節炎會消失不見，但是大關節如肩膀關節、髖關節、腿關節的清掃需要很長時間，大概是2年或者是2年6個月，關節炎會消失不見。如果用類固醇來治療那些關節炎，如果用藥量非常多的話，這個關節會爛掉。但是以清掃肺臟的方式把自己的身體關節清乾淨，關節使用50年都沒有問題的。那你是想要選擇類固醇治療呢，還是想用清掃自己肺臟的方式來治療呢？這就是大家自己的選擇。問題5，身體健康的人也可以服用扁康丸嗎？服用後身體會有什麼變化？徐院長，身體健康的人當然可以服用扁康丸，因為健康是要守護才能是最健康的。服用扁康丸之後，他會感覺到有幾種變化。第一個變化就是身體發輕，不疲憊；第二個變化是膚色會變得非常的好；第三個是上山不喘氣。最容易感覺到這種變化的人是游泳者。舉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國家游泳選手其實很多都是有鼻炎的。我在治療他們的鼻炎之前，
一般是先查看一下他們的肺活量，治療4個月之後，再檢查一下。非常出乎意外的，治療之後他們的肺功能增強了15%以上。我治療的這些患者都是國家代表當中的初級選手。一個女高中生參加50米競技賽，治療之後她用時減少了0.5秒。一個男學生他的主要競技項目是400米，吃了3個月扁康丸之後，他縮短了3秒鐘，到4個月的時候，縮短了5秒鐘。這是無法想象的一個變化。他們是初級選手，但是國家代表。經過治療後發生了這樣一個變化。當時給金獎得主吃扁康丸，希望他能持續得金獎，但他不相信，沒有服用。後來金獎被中國選手拿走了，我就覺得有點遺憾。如果那個選手吃了扁康丸的話，說不定他真的得了金獎。可是他不信，就沒有辦法給他服用，結果就輸了。濕疹、哮喘、體質藥，服用後恢復健康。我是來自美國洛杉磯的李女士，我兒子今年10歲，他出生於2012年10月，6個月左右皮膚出現濕疹，1歲開始經常感冒，體質也變得越來越差，導致後來得了哮喘，此後幾乎每個月發病一次。有一次急性哮喘發作，因病情嚴重，出現了生命危險。當時醫生說，曾有一個類似的患兒，因搶救不及時就夭折了。聽到這個情況，我們就更害怕了，因為他體重過半，體質弱，每個月都會感冒。季節變化時，都不敢帶他出去玩，一旦出去回來就發病，全家人每天都提心吊膽。當我們在電視上看到扁康丸的專題節目介紹後，決定給兒子試一試。於是，在2016年2月開始服用扁康丸，服用後第1個月出現咳嗽加重，但是沒幾天就好了。服用4個月時，開始明顯好轉，濕疹也好了，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動不動就感冒了。服用到6個月時，去醫生那裡檢查身體，醫生說兒子的肺非常好，很清楚，沒有雜音，哮喘也完全好了。兒子終於可以正常去幼兒園上學了，我們全家別提有多高興了。看着眼前蹦蹦跳跳的兒子，我們發自內心的感謝徐院長，感謝扁康丸。自從服用扁康丸6個月後，兒子就沒有再得過感冒了。兒子身高、體重都恢復了正常，免疫力也提高了，不管什麼季節、任何地方，都可以帶兒子出去玩了。再次感謝扁康丸。徐孝石院長簡介：徐孝石院長是著名韓醫學代表和扁康丸創始人，一生致力於傳統醫學和呼吸系統疾病的研究。根據傳統韓醫學理論，肺為五臟六腑之首，肺部積熱導致了鼻炎、支氣管炎和皮膚病等疾病。扁康丸能徹底清理肺部積熱，從根源上解決哮喘、鼻炎、皮膚病、重症肺病等呼吸系統問題，已經使全世界16萬鼻炎、哮喘、皮膚病和重症肺病患者恢復健康。徐院長是新唐人電視台52集大型電視系列專題節目《走進韓醫和神醫再現》的主講人，著作包括《扁鵲鳥願在扁康世界人的健康保鑑扁康傳統醫學奇蹟》等，在全世界華人中有巨大的影響力。扁康丸全球服務中心諮詢電話：北美800-210-5501，台灣02-7753-8122，香港852-3892-8241，歐洲4420-3923-2740，新加坡65-6797-6924，澳大利亞1800-066-099，網站www.pyeongchang.us， 郵箱pyeongchang.us@gmail.com， Line ID @pyeongchang.us， WhatsApp +18002105501。Unsubscribe. This message was sent to Lisa 007811@gmail.com from Pyeongchang, US 229 West 第28 Street, 6th floor, New York, NY 10001。